今仔日9月初3军人节，总统蔡英文到中烈祠主持秋祭大典。总统致辞的时阵，鼓励国军都要多多穿这个军服去示家，大方来展现做军人的光荣。蔡总统嘛真关心香港的情势，讲会协助伫咧台湾的香港人。总统蔡英文93军人节这日天，带行政团队到中烈祠主持秋祭大典。新任三军统帅中信讲要做国军上好的靠山，伊接见挺国军建军企业的时，呼吁军人穿军服上街啊路。那美军可以，中华民国的国军当然也可以，所以从我执政之后呢，我就积极鼓励我们国军的弟兄姐妹多穿军服上街，大方展现身为军人的光荣。透早2场行程拢甲军人有关系，其中中烈祠这场活动，行政团队内面，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、陆委会主席陈明通昨甲总统简报香港的情势。相片内面，总统的表情真严肃，伫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的主持之下，包括陆委会、国防部相关的部会拢有到场。总统听完简报，做出4点的裁示，呼吁中国唔通以台湾等他国的关心作为指控外力介入的借口。针对伫台湾的香港人，包括学生，会提供必要的协助，未急点点，关键的阶段评估可能的影响。要伫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中，听到台湾支持的声音。